不过，对店家来讲，收到3倍券要怎来换现金是一个问题。经济部的规划有统一编号的，通啊到银行或者是邮局来办理。但是，若是无统一编号的小摊商，就真费气咯。这个手续是真繁真复杂，而且这个手面趁食的小摊商，收券袂当随换现金，恐惊会转势袂过。咱的记者就实地到新竹内湾的老街商圈，这小摊员讲问题真大。看起来袂少人咧踅老街，才是内湾店头家看到人潮嘛笑嗨嗨。4月15开始要使用3倍券，这个小摊商唔免用发票，若是摕到3倍券，要安怎换现金呢？有的人无傻傻。这个3倍券我又要再拿来去使用的话，我就很麻烦。有统一编号的企业也是负责人收到3倍券了后，到银行也是邮局提供编号或者是税籍登记，填好存款单了后，对甲钱存入去，企业也是负责人的口座。但是若是无编号的摊商，就必须要甲3倍券委托相关自治会，代替伊到银行也是邮局去办理，钱入去自治会口座了后，再去交互摊商。3天1碗面才赚你5块钱、10块钱，然后现金都压在这边，一天营收其实也是有限。券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看得到吃不到。小本经营，就惊讲资金会转势袂过来，佮加上3倍券7月15开始消费，但是银行爱到7月23才会当开始兑换。这3倍券到底是要收还是不爱收，煞变成是小摊贩因的难题。